菩提果。所以我们接下来又要听课前，我们就是在那个文法方式等这些呢，就是跟以前文所同样的相同的部分，然后我们就要为一切众生发愿，一切众生在轮回的苦海之中一直不断的在心烦着痛苦，所以我们就要趁这一次自己能够遇到了大乘殊胜法门的因缘跟这个机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今生努力的修持要获得圆满佛果，度化一切众生，以这样的发愿。然后今天我们要在讲的法当中呢，就是有前善意中善意、后善意三种这种善意之中呢，前善意的部分呢就已经圆满讲座，然后现在呢就是正在讲座那个中善意的过程。中善意的过程呢，就是前面的有些部分已经圆满了。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本书呢，就是普贤上师言教。普贤上师言教它有分两个大部分，就是共同外前行以及不共内前行。这两指当中呢，我们就现在呢就是讲的是共同外前行方面。共同外前行方面呢，就是以上已经圆满了。今天呢就是要讲第4章业力因果的部分。那么从业力因果这里开始，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要讲善业取舍，易行因果教行于诚意，此地湖畔灯清净见古无以说执着，吾等上士主下敬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宝智仁波切所评理的最近，因为每一趟的课的前面都是有一种评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就也是可以说明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跟随着这些上师善知识们，在过去的这种历代的传承上师们的怎么说呢？演习所有的一切我们要也学习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就是到了每一个科的前面在每一趟课的前面有这样的4句的，就是评理上师。评理就是要恭敬出的一种评理的这些用语，我们也是一定要知道的。这个来说到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长期随时随地都是不远离自己的这个传承上师的评理跟祈祷的一种这样的缘故然后他这里面呢所讲的就是他自己的上师。第一个呢，就是在他自己的上师呢，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修持的过程当中，所有一切修善跟断恶的这一切都是按照了因果的这种教缘当中因果的就是教缘当中所讲的一切事实都是行持，然后在他的行为上面来说的，就是完完全全以小乘一样的同样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从相当就是我们在藏传佛教当中的经常都是说有修持方面，就是有内外密3种的修持。那么就是在外修呢，就是相当于小乘的别解脱戒也好，出家戒这个比丘戒什么
都是就是按照小乘的方式去手持，然后以这样的修学，然后同时呢，就是在那个内修呢，以大乘的菩提心，内心呢就是为一切众生把菩提心为主的，以这样的一个修持，然后就是密修呢，就是密法，就是以智慧的，以高智慧的方面去了知本性的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就是密三种的修持。这里面呢，就是在宝珠仁波切赞美他自己的上师的这个怎么说呢？用词方面来说的，就首先呢，就是一个上师能够可以作为宝珠仁波切的上师，他的成就来说呢，那肯定就不需要就是特别的去想他有没有什么成就。就像我们今天来说到，就因为已经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宝珠仁波切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成就者，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菩萨，那他的上师我们就更不用去想，因为听到了一些的稍许的宝珠仁波切的功德，就自然而然就会知道他的上师一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高深大德，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位尊者，这是肯定知道的。那他的上师是在查米拉嘛，就是吉米迦维尼格那吉米迦维尼格他是吉米林巴尊者的亲传弟子，就是在康区的有名叫吉米的有4位殊胜的这个吉米林巴尊者的心子里面，那么就是吉米迦维尼格。吉米迦维尼格当初呢，就是从现在呢就10区的下面，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区域的，相当就是一个小的牧区的一个相当就是在守林吧，就是在牧区一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就是作为一个相当屠师一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家族当中出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儿子。那他们呢，当然就是要继承他们自己的家业，这是一个对他呢就是最大的希望，就是所有的他们的家人来说的。但是他自己呢，就是脱跑到左倾去出家了以后呢，去左倾的这个闭关中心。左倾有一个闭关中心呢，就是当初在盖的时候呢，就是吉米林巴尊者从左倾寺从左倾派人去拉萨，然后就是拉萨在那个吉米林巴尊者的故乡蔡林宗那个地方问左倾寺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禅修中心要改在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是更好。然后吉米林巴尊者在那里呢，就是透过他的神通看了选了在现在的那个左倾寺的那个闭关中心。那么在左倾寺派出去的人回来了，他们就是说就吉米林巴选址的地就是这个地方，位置就是这样。吉米林巴尊者透过神通说你们的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生理当中呢，就是他都讲了左右跟前后的所有的方向，然后就大概就是他就说了一个这样的，相当就是一个行者，他在禅定入定一样，他入定的一个形状就是一个地形是这样，但是他的这个入定一样的那个形状的，在相当就是在他的这个怀的前就有这么一个，在整个的这个森林当中有一片草地小小的，就这里可以设立闭关中心，将会有很多大成就者会出现以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语言，然后派去的人回来了，然后就如实的盖了那个佛学那个怎么说呢那个闭关中心，后来又一次的盖完以后又一次的排上去，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跟吉米林巴尊者说，就这样那样的地形，我们就是已经盖好了，在闭关中心在那个位置。那吉米林巴尊者说，那是对的，就是我选的地是没有错，你们就是没有弄错，就是那个位置就确实了一个
这样的。因为今天为什么提这个事情？我们讲到那个金美林巴尊者跟那个金美加维纽格是他的心子，然后金美加维纽格的大心子就是巴智仁波切。我们就是讲到传承上师的时候，顺便可以提一下跟左亲寺的关系。而且为什么要今天特别的要提一下这个？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过去的修行人对这些方面就是有多么的重视。从左亲寺派一些人去拉萨的话，路上都是需要2-3个月的时间，不是1天2天能到的。然后这些人去了以后，去了拉萨回不来的人，过去是多了去了，在任何地方的康区的任何地方。因为路途遥远也是很不方便，然后包括自己就是长期在路上使用的这些饮食也是没有办法从家里走的时候就全部带走到拉萨的足够的一个这样的那种食物，因为就是背不动的一个人能背得动的那个量是有限，而且那种时候呢，他们专门去为了要亲近金美林巴尊者。同时，他们也是会到那个拉萨的大昭寺、小昭寺等等，在西部地区的很多的殊胜的寺庙都要去朝圣，所以呢，就是也是会带一些要供养的或者是这些的东西。然后除了这样以外呢，就是没有办法带太多的吃的那些，都是要到了哪里就是要跟人家要，然后就是用托钵的形式来生活。你这样去一下回来都是需要就是。差不多也是半年的时间那么那种的时候，那半年的时间是算是已经是非常快的那么就有些人就是长达1年的都有。那么那种时候也是为了要改一个怎么说呢，那个闭关中心。那个时候左亲寺有没有上师？当然左亲寺也是有一样的非常殊胜的上师，但是呢就是有些那个法的因缘就不一样。因为金美林巴尊者他是最主要是大圆满法的传承上师，最殊胜的传承上师。那么再改一个这样的一个闭关中心的话，那就是跟传承上师然后怎么说呢请教，然后以传承上师他的安排下，那么能够可以再改的话，那这是一定会有不可思议的缘起。所以呢，当然在左亲寺的这个闭关中心里面，就有无数的修行者成就了大圆满的红光身以外呢，非常殊胜的一个因缘呢，就是有一世呢，就是有13位的闭关修行者，他们不知道闭关了多长时间，但是有一天他们就是同日就是相约一起变成成就大红光成就者，连指甲港头发都没有留下来，都是变成红光身的，这些历史都是事实的历史。所以就是巴智仁波切的上师金美加维纽格也是一开始他也是跑到左亲寺，然后就再出家，在左亲寺出家完了以后呢，到了这一座闭关中心里面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同时呢，就是他本来的想法就是一直在这里修行。但是呢，后来呢，就是有一些他的故乡呢听到了他在左亲寺修行的一些故事。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那边也是有派人过来看他，而且是他们不光是去看一下他们也是同样的有要求说回家好好的就继承他们家的事业，而且他们家也是过去有一些的那个仇也没有报，所以就是作为一个一个家庭的最主要的那个男生来说的，那就这些方面都是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对世间人的想法来说的，那一定就是有这种的想法跟需求。但是作为一个修行人就不一样，那他已经是成为了一个修行人，而且是他已经是肯定是看透了一切世间的法所以就是他可能是放下一切到左亲寺出家。然后那个时候呢也知道了，因为有这种的这种事情呢，也许可能会障碍到他的修行，所以呢他就是前往拉萨亲近了金美林巴尊者。
然后呢，亲近了金本林巴尊者以后呢，就是金本林巴尊者的在如心性班的无数的弟子当中呢，就成为了就非常殊胜的，就是怎么说呢，众心性中的月亮一样的非常殊胜的怎么说呢，他的心子就康去的有四位金美怎么说呢明教金美当中的金美林巴尊者。那么他呢，就是在修持都是这样的修持，所以他的修持也是从很小的部分在因果的那种取舍善根业的一切善根一切业的这些取舍都是非常仔细的非常细微的，而且他的行为来说到就完完全全是从小乘的，就在相当就是佛法都有一种一切法都是有自心跟无自心的以这两者的区分当中来说的话，他一开始呢全部都是有一切都是以这样的，就是善有善的功德，恶有恶的功德，所以就不能造业，然后要断除一切恶缘，以这种的非常分析的因果方面非常分析非常算数的以这样去行持的。然后同时呢，就是对这个实践的一切行为跟实践的一切都是无有任何的那种怎么说呢执着断除一切清净见古无疑所执着，就是见是什么呢？就是实践正见，实践人的实践正见，相当就是人跟天的人天成的一种见解，那就是在实践正见。那么对这个实践正见方面，一切都是无有任何的执着，而非常的了知，非常亲近的他的见解来说的完完全全就是达到无上的这个见解。无上的见解是什么呢？了知万物一切法的心空的道理，都已经是证悟了，但也是证悟是已经证悟了，这是他的见解，但是行为还是一样的，以声闻缘觉一般的那种行为去行持佛法的，以这样的一位上师。那为什么说无等上师诸下敬顶礼？无等是什么？无是什么呢？就是跟不等同其他的一般的上师。那么巴遮仁波切所讲的，他的上师是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位上师比较，因为这个角度来说的，那当然从功德方面来讲的话，上师与佛同样的功德，同等的功德，同样的其他的有无数的高深大的就菩萨，跟他的上师功德是同样的，但是对于他的恩德来说的，就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比较的。他的上师的恩德，他的上师对他所依据法的这个恩德，跟佛陀也无法比较的。佛陀虽然功德是非常了不起，但那我的上师也是跟佛同样的功德，可以这样去想。同等的地方是这样，但是无等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哪里？不同的地方是佛陀与我的上师对我的恩德不同，所以呢，在巴遮仁波切以他的上师跟前得到了一切法的成就感，一切法的修持，以得到了明心见性等等的一切的成就，都是依他的上师的恩德而得到了这些的成就。如果是没有他的上师出现在他的前面的情况下，那也许他可能也是不会得到这些的成就，以这样来区分，所以就叫无等上师诸下。为什么叫诸下呢？因为这是一种尊敬的意思，尊敬的方式。尤其在佛教的传承是从印度传承来的，那么印度人的习俗上面来说的，就是
对一个人的尊重是作为一种顶礼的部分。所以呢，就是一个人的人的身体的那个怎么说呢？范围里面来说的，那当然是头是最高的，但是脚是最低的。所以用自己的头来顶礼在他人的这个足下的话，那这个人呢，就是一定是把他呢，就是当做从他的这种怎么说呢，价值方面，或者是在他的功德方面，自己对他的这个相当也是可以说是一种评价方面来说的话，他永远在我的头上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并不是说是这么平起平坐，或者是他也是作为一位上师，他也是人，我也是人。那么只是我们有一种区分是，他可能学了一些佛法，然后我都还是没有跟不上他，所以其实其他都是一样的，有这种相同的。尤其是现在的时代，在怎么说呢？19怎么说呢？19时代的末，然后怎么说呢？20世纪，尤其是现在21世纪的人来说的话呢，很喜欢就是什么都是平起平坐的，然后就是相当就是很多讲法的上师们来说的话，也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喜欢站在一个讲台上跟人家讲话，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不是说个人喜欢与不喜欢，因为人民的心情就是这个样子，对佛法的这种尊重性，那么就完完全全就没有办法依照传承上师们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方式，或者是过去人类对佛法的信心感，现在人类对佛法的信心，这两者呢有非常大的区分。所以呢，就顶礼呢，就很多人来说的话，就见到上师顶礼也是不存在的，那就更不用讲足下顶礼这些的用词。那么巴州仁波切所写这本书的每一个段落上面都是有这个，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说的，我们也是可以了解本身在过去那些修行者他们为什么得到这么高的成就感，为什么得到这么殊胜的成就，本身他们的一切方面都是有按照如理如法，而且那么的重视传承上师，以及过去那些高深大的传承上师们他们所演习修持的这些的方法，因此他们也同样的得到这些居高无上的成就，都是有这些的道理。那现在的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现在呢，就是传法的上师有那么多，传讲的佛法有一个比一个殊胜。那么从过去到现在，传法的过程，传法的场所各个方面，那么有多么的方便，交通的方便，资讯的方便经济跟环境的方便，各种各样，而且在听法跟讲法的工具的方便，各种各样不一样。今天我们在这里讲，那你们坐在最后面的人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听不见上师的声音，因为有扩音器，所以就完完全全就是因为我们借用了高科技，所以就是能够把这个声音呢，就是变成多少倍的高都没有问题的，要偏多少的距离都没有问题的。那么过去呢，就是就像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如果是在这里讲没有这个扩音机的情况下，那当然完完全全坐在后面的人就很难可以听得到甚至听不到，都有这种问题。但是今天如今呢就非常殊胜，这些都已经发展到各种各样的学习佛法的工具。刚是做大礼拜的这个电子跟这些工具，或者是念珠的念佛机等等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都是变成非常方便。但是真正的成就者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还是一切都是有心为主要的，心里面如果是本来对这个佛法对传承
没有那么高的尊敬感，没有那么重视的一种看法的情况下，那么得到的成就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就学习这些科，然后就要了知，我们要了知什么？了知过去的这些高僧大德嘛，对自己的传承上师以及对佛法、对学习做任何的事情有多么的重视，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觉得说好像就是某某人有一点点神通吧，所以这个应该什么什么了不起吧，等等的这些。但实际上来说呢，这些是有也好，没有也好，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最主要的了不起是什么呢？就像那个宝珠仁波切，他赞美他的上师一样，他赞美他的上师，没有赞美，没有提出说他是有神通没有讲什么他是有法力，他是说他对因果的善术，他修善断恶的一切行为，作为非常仔细如法的修持那这个是最了不起的那这个是最了不起。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人想一想，现在的一般的人，因为现在的人呢，心比较怎么说呢？心没有那么善良可以这么讲，所以呢，就很容易可以想到那个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对啊，没有错。这个实际上来说，这并不要说是一个上师，那么就是在一个居士来说的话，也是你没有学过多少的法度是这个是可以行持的，这个没有什么不毁的。所有一切的善都是要尽量的修持，一切的造业的部分都要断除，但是有没有做到，而且是对这个方面有没有特别重视？因果不虚，因果不虚，所有的人都经常都会讲因果不虚，因果不虚，确确实实因果不虚但是因果不虚只有嘴里说一说，从内心里面因果不虚的概念完全不存在的情况下，那么你每天到晚从嘴里面讲因果不虚，因果不虚，那个会有得到多少的帮助？所以因果不虚不光是从嘴里讲，一定要内心里面有非常坚的、非常煎熬的、非常深的一个这样的概念在内心里面，而且是非常坚定的心去相信因果不虚，而且同时在自己的行为上必须得要按照这个因果不虚的这个概念有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下行持所有的事情否则的话，这里只有你在从嘴里讲因果不虚，因果不虚，而且很多人说因果不虚的时候，都是说他人，好像就是他造了什么业，所以就是因果不虚，阿弥陀佛他会有报应，但是没有想到自己会有报应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还过来看自己，却知道因果不虚，但是有没有做到如理如法的所有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宝珠仁波切赞美他的上师，他有做因果不虚的这个概念，不光是在嘴里讲，他行持因果不虚一切的因果的分别取舍修善断恶的所有的取舍，从仔细的从细微的分别，然后去修持，而且对于这个时间真见等等一切都是没有任何执着的，他就是达到了无上的觉悟这就是他的上师的功德。所以我们就从这里也应该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时间之中，作为一个修持佛法的弟子的话，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是什么？按照如理如法修持的，在这样的一个修行人，还是说追求一个根本就不需要善属因果，因为他是有神通的，有这么一个人，我们就很明白的。所以这些来说的，我们因为我们是佛教徒，所谓的佛教徒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
的方法是什么？按照如理如法的修持佛法啊，因为就是要相信因果。如果是没有相信因果的情况下，根本就不是佛教徒。一个人没有相信因果的情况下，那么就完全没有办法修持佛法，这是基本的条件。自尊自恋着光着我